歡迎大家返到每週社交媒體新聞精選。大家好，我係梅浩 Manos。今日我想同你傾下一個臨門一腳嘅問題。你有冇試過投入咗好多錢去揾人拍片做廣告？啲客睇完好興奮，但一去到右後條 link 填資料買嘢嘅時候，佢哋就嫌煩走咗去。呢種臨門一腳嘅流失係好多中小企最心痛嘅地方。Meta 最近有個大動作，正係要幫你解決呢個痛點。佢哋全面升級左社群購物體驗，目標好簡單，要將見到到買到嘅距離縮到最短。點樣喺呢個新環境入面低成本高效益咁揾錢？我掌握嘅唔係單純嘅流量，而係變現嘅技術。當我同你講 Meta 呢套新工具係轉機，係因為我喺後台數據見到，只要結賬流程簡化一步，成交率就可以升幾成。我今日分享嘅係幫你將每一分廣告費都變做真實訂單嘅實戰經驗。Meta 引入咗幾項關鍵技術。第一，導購網絡擴張。以前創作者推薦嘢要叫人點 profile 條 link， 流失率極高。而家 Meta 唔單止同 Amazon、Shopee 合作，仲引入埋 eBay 同 Temu。最重要係創作者可以喺 Reels 直接加你公司嘅商品目錄連結，個客一撳就買，創作者直接分傭。第二， AI 客服同一鍵結賬。 Meta 放棄咗自己搞電子貨幣，轉移 PayPal 同 Stripe 呢啲大佬合作。而家個客只需要撳一下就完成付款，唔使再慢慢填信用卡資料。仲有 AI 會自動幫你答客啲常見問題，消除佢哋買嘢前嘅疑慮。第三，後台優化。佢哋出咗個產品集優化功能。以前廣告係隨機推你成個 shop 嘅嘢，而家你可以精準到將所有 budget 谷埋喺最新款或者最爆嗰款產品上面。呢啲功能喺台灣、日本已經推緊，好快就到香港。我想你今日返去即刻執行呢個成交三式：一、執正你個商品目錄，你要確保你嘅產品資料已經上傳去 Meta 後台，咁樣創作者幫你拍片嘅時候先可以標籤到你。二、優化信任體驗，因為一鍵結賬好快，個客好容易衝動消費，但佢哋都會有疑問，你要預先喺商品頁面寫好 FAQ， 等 Meta 者 AI 找取正確資料去答客，幫你促成交易。三、集中火力推明星產品，唔好再將廣告預算平均分攤，利用新嘅產品集優化，喺特定節慶或者新品上市嗰陣，強打你最賺錢嗰款，咁樣你嘅廣告投資報酬率先會高。我明白做生意唔係求名氣，係求利潤。好多老闆每日忙到氣咳，拍片、復客、搞物流，但最後發現旺丁唔旺財，嗰種辛苦我完全明白。我由創業低谷行上嚟，我唔會叫你盲目加廣告 budget， 我係叫你利用平台嘅新工具去借力。當你識得將複雜嘅購物流程變簡單，你就會發現賺錢其實可以唔使咁辛苦，關鍵係你有冇跟上個節奏。Meta 呢次更新係將 Facebook 同 IG 由睇片嘅地方變成買嘢嘅百貨公司。如果你仲未開始上傳商品目錄，或者仲係用緊舊嗰套導流方法，你損失嘅唔單止係流量，而係實實在在嘅訂單。你想知多啲點樣設定嗰個一鍵結賬嚟降低購物車棄單率？定係你正喺度煩緊點樣同網紅合作帶貨？如果你仲覺得 Facebook 係老人家玩嘅平台，或者覺得喺上面做營銷已經見晒頂，咁你就真係會錯失一個極大嘅執雞機會。Facebook 最近推出咗個創作者快速通關計劃，簡單講，佢係用緊現金流量去全面搶奪其他平台嘅網紅。點樣喺呢波網紅大遷徙入面幫你自己嘅品牌揾到低成本嘅流量爆發點？我每日處理緊嘅唔係啲表面嘅 like 數，而係實實在在嘅生意增長。我幫過唔少客戶喺一年內將營業額翻咗10倍。關鍵就係我永遠比人快一步，喺平台規則改變嗰陣，第一時間幫客霸咗個位。我掌握嘅唔係單純嘅資訊，而係對金錢流向嘅觸覺。當我同你講呢個快速通關係機會，係因為我喺後台見到流量分配嘅權力正在移交。呢個計劃唔係吹水，係有數計嘅。Facebook 喺2025年已經派咗近30億美金俾創作者，按年升咗35%。佢哋而家係直接開價，只要你喺 TikTok 或 YouTube 有10萬粉過嚟 FB 拍片，每個月保證俾1000美金底薪。如果你係100萬粉大咖，
每個月直情俾$3000。仲有一個數據你一定要知，雖然 Reels 係主打佔咗60%收益，但原來圖文、Story 同純文字貼文竟然仲佔緊40%嘅收益。呢個數字話俾我哋聽，Facebook 依然係一個內容多元化嘅地方，唔係一定要拍大片先有錢賺。識唔識得利用平台嘅紅利期？我想你今日返去即刻做呢3件事。第一，揾過檔網紅合作。而家有一大批優質創作者由其他平台轉戰 Facebook， 佢哋頭3個月有系統額外嘅流量加持。你去呢班新進 Facebook 網紅合作，性價比絕對高過嗰啲流量已經見晒頂嘅舊人。第二，內容格式要多元，唔好盲目將所有資源投放落短片。官方數據證明圖文依然有價有市，你應該根據你品牌嘅調性，靈活配搭 Reels 同圖文。第三，睇數據唔好只睇觀看次數，入去專業儀表板睇符合盈利資格嘅觀看次數，呢個先係反映你內容係咪深度互動嘅真實指標。老實講，做老闆做營銷最驚就係由零開始。你要喺一個新平台建立受眾，嗰種無力感我完全明白。我由低谷創業上嚟，深信專業才是真正的硬件。而今次 Facebook 嘅計劃其實係幫緊我哋呢班想認真做內容嘅人開路。我唔係叫你勤力去拍片，我係叫你聰明咁去利用平台嘅補貼。當平台都喺度幫你推嗰陣，你嘅每一分力先會得到最高嘅回報。Facebook 呢次大規模補貼係一個好明確嘅信號。佢哋要搶翻個社群主場，你係想繼續守住舊嗰套方法，定係想趁住呢波快速通關嘅紅利，幫你個品牌揾到新嘅增長點？講到一個好多老闆都好頭痛嘅問題，揾 YouTuber 拍片，好多人揾 KOL 仲係停留係睇佢有幾多訂閱，睇佢首個星期有幾多觀看次數。如果係咁，你同賭錢落海賭大細冇分別。YouTube 最近做咗一個好大嘅動作，推出咗 YouTube 創作者合作夥伴平台。呢件事話俾我哋聽，KOL 營銷嘅直覺時代正式完結，科學時代正式開始。點樣利用呢個官方工具，幫你每一分錢都用得有回報？見過無數老闆使咗幾十萬揾 KOL， 結果條片一上，除咗幾個 like 之外，一單生意都做唔到。我之所以可以幫客攞到咁高嘅回報，係因為我從來唔靠直覺，我掌握嘅係數據。係點樣透過平台嘅底層邏輯去揾出真正有變現能力嘅創作者？當我同你講 YouTube 呢個新平台係轉機，係因為我見到科學化先係低成本高效益嘅唯一出路。今次 YouTube 唔係細執，而係直接將成個營銷系統同廣告後台打通，仲引入咗 Gemini AI。以前你揾 KOL 係靠 PR 介紹，而家係 AI 幫你分析海量數據。呢個創作者嘅觀眾同你嘅目標客群重疊度有幾高？佢以前有冇自然咁提過你？佢最近嘅增長趨勢係點？仲有一個官方數據你一定要知。YouTube 指出，高達40%嘅觀看次數其實係發生喺影片發佈1個月之後。呢個長尾效應話俾我哋聽，YouTube 片係一份數碼資產，而唔係好似 Facebook 或 IG 咁3日就消失嘅快閃內容。你識唔識得用工具去幫自己慳錢賺錢？我想你今日返去，如果想揾 KOL， 即刻執行呢個科學3式。第一，利用官方 AI 揾人，唔好再盲目追求100萬訂閱，用系統揾出受眾商業價值最高嘅隱藏版 KOL， 佢哋嘅價錢可能更平，但轉化率可能更高。第二，一魚兩吃，簽約嗰陣記得要賣素材授權，除咗長片，一定要佢授權你剪成 shorts， 再透過廣告系統將短片推出去，同一份錢賺埋短片嘅爆發力同長片嘅信任感。第三，放長線釣大魚，唔好再逼 KOL 喺3日內催谷流量，你要睇嘅係長遠嘅搜尋提升度同轉換率。記住，條片係會喺未來1季甚至更耐幫你持續揾客嘅。老實講，揾 KOL 嗰種中伏嘅感覺，我完全明白。你驚佢唔夾，驚佢拍得差，最驚係拍完冇人買。我由低谷創業行到今日，我同大家一樣，每一分廣告費都係辛苦錢，唔應該浪費。我之所以咁貼地去分享呢啲實戰策略，係因為我想大家由一個盲摸摸嘅金主，進化成一個數據驅動嘅營銷高手。當你學識點樣同平台一齊玩，你會發現原來營銷可以唔使咁大壓力，以為個 KOL 啱，以為多訂閱就得，呢啲都係無效忙碌。YouTube 呢次升級
係俾我哋呢班重視 ROI 嘅生意人一個最好嘅機會。你想繼續憑直覺賭運氣，定係想用 AI 幫你精準揾錢？話俾我知你上次揾 KOL 合作嗰陣遇到最大嘅樽頸喺邊度？係揾唔到人，定係條片冇反應？